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ittle Slow Art。最近呢，我喺東京呢就親身去睇咗一個關於筆齋嘅展覽喎。大家知唔知呢？筆齋其實係一生呢去換過超過30個名啊！佢呢70幾歲啊，都仲覺得自己呢畫啲畫呢係未夠好啊！嗱，筆齋咧畫嘅畫咧，呢個藝術咧，好多人都叫做浮世繪嘅。咁其實浮世繪咧就係當時一種平民版嘅印刷藝術啦。咁因為咧佢嘅作品咧，其實好多都係透過木板印刷去做出嚟嘅，咁所以咧就可以複製好多啦。咁所以唔同階層嘅人咧都有機會去接觸到佢嘅畫。咁所以咧，浮世繪入邊啲畫咧，好多時候咧都會見到當時咧流行嘅文化嘅喎，例如有歌舞伎町嗰啲人啦，或者係一啲風景啦，同埋即係好日常生活嘅。某程度上咧，就好似嗰個年代咧，就係而家嘅生活嘅 snapshot 啦。筆齋咧，佢仲出咗一本叫做《筆齋漫畫》，就係專門咧教人哋畫畫嘅。佢嘅作品咧，仲傳到去歐洲㗎，咁所以咧影響咗梵高啦、莫奈啦呢啲藝術家嘅，即係可以話咧嗰陣時未有 Instagram 啦，但係其實已經咧佢係衝出咗呢一個國際㗎啦。如果之後你有機會嚟東京呢，我都希望你哋可以有機會欣賞到筆齋佢嘅展覽啊！可能你唔單止咧係認識筆齋呢一個咁出名嘅畫家，仲會咧順便問一問自己，我哋對創作呢件事咧仲有幾認真呢？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對筆齋呢個畫家多啲嘅探討咧，其實咧都可以去欣賞佢之前有一套電影嘅喎。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，請你俾個 like 同埋免費 subscribe 呢個頻道啊！我哋下一次見，拜拜。